快樂不知時日過，7日嘅鄉下之旅話咁快去到最後一日，今日要返澳門啦。一早起身，首先送大佬一家人搭車出去機場先，因為佢哋架機早啲飛。然後我就同家姐去食豬肉丸粉做早餐。呢一間鋪每次返親嚟都會食嘅，佢叫做永順粉麵，又係食咗幾十年嘅老鋪。食完影張合照就出機場，準備搭飛機去香港啦。胡志明市嘅新生一機場出名多人，所以會喺航班起飛前3個鐘到達機場。好處就係搞掂晒所有嘢之後，入到禁區，仲可以撞到大佬一家人準備登機。當然要俾個 surprise 佢哋，同埋影返張相留念啦。目送佢哋登機之後，我就喺機場禁區買幾條發包返澳門食。等緊店員整麵包嘅時候，當然要嘆返杯鹽咖啡。之後就登機飛去香港啦。到達香港之後，入境攞完行李就搭 B4 巴士去港珠澳大橋，搭金巴返澳門。返到澳門剛好遇到海上幾靚嘅夕陽，舟車勞頓，食完個晚飯就準備休息啦。呢一集完咗，終於分享晒返去胡志明市7日嘅所有視頻，多謝大家嘅支持同鼓勵。下一個旅行我要衝出亞洲，飛去瑞士同埋意大利，都有7、8年冇去歐洲，到時再拍片同大家分享啦。拜拜。